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6月29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。今天是休息日，关于胡适的消息非常少，消息面比较平静。我们今天聊一个胡适的一家上市公司投资的24个亿修的一个古城，开业4年连续亏损10个亿，就是花24亿去建的，开业了4年亏10个亿。现在他不卖门票，这个古城里面也没有什么游客。整个古城唯一盈利的项目是它的停车场，因为有游客或者市民没地方停车，把车往那儿停。这个古镇就是位于张家界的，叫大庸古城。10亿元，为何斥巨资打造的所谓古城沦为了空城？盲目跟风的背后，暴露出了地方文旅发展的哪一些深层问题呢？每到假期，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、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、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等地游人如织，异常火爆。然而，与各大热门景点的火爆人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坐落在市区繁华地带的大庸古城门庭冷落。人多吗？没什么人，没有可玩性的，进去只能看到商铺，然后就不知道逛什么了。你觉得这个古城有没有特色呀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吧，就比较商业化严重啊，又不是那种几百年前就有的。尽管园区不收门票，大庸古城依然是门可罗雀。在偶尔入园的人群中，游客占了少数，更多的是周边的居民过来打球、遛狗、带娃。你们就是在旁边住的居民是吧？对。在这玩也没有过来看的呀，参观的呀。没有。感觉这个地方连工作人员都没有。有啊，就是保安。记者了解到，整个大庸古城项目占地240亩，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，建筑面积16.55万平方米，建筑风格融合了明清建筑元素与土家族特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项目不仅是张家界市10大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工程，还是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产业建设项目。古城定位称要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文化旅游新标杆。建成后，预计每年实现营收近5亿元，每年实现净利润近2亿元。然而，这一投资规模达24.43亿元的仿古建筑群，自2021年6月试营业以来持续亏损，直至现在濒临破产。整个大庸古城呢，在设计之初一共是有198间商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目前这些沿街的商铺呢是处于关闭的状态，门锁紧闭，那屋内呢也是空置的。根据张旅集团发布的公开的年报数据，从2021年到2024年，整个大庸古城呢是持续的亏损，亏损的额度呢是超过了10亿元。那唯一一个经营性的盈利性项目就是旁边的这个停车场。古城地下是2000多个车位，对，地上的这3个停车场都是临时停车场，临时的，这个收入相当于这个大庸古城最核心的一个收费项目了。目前是因为其他的业态全部都都停着的了，其他的就是没有收入了。去年的停车场收益是多少？大概是450万样子。调查中，记者了解到，大庸古城项目的运作公司为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，其母公司为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属市管上市企业，实际控制人为张家界市国资委。作为重点推动的文旅项目，大庸古城在2021年亏损0.84亿元，2022年亏损1.51亿元，2023年亏损2.49亿元，2024年亏损5.96亿元，4年累计亏损达10.8亿元。因为作为一个经营性的项目，你达不到预期，意味着你的资产它是在减值的。我们去年减值了4.8个亿，加上折旧摊销，所以就亏损了5个多亿。截至2024年底，大庸古城公司资产总额13.95亿元，负债总额16.97亿元，净资产额为负3.02亿元。我的投资是要服务于产品的，你市场要买单呀，客户这个要消费呀。如果这一点你做不到的话，那确实这个你就是失败了，确实。
耗资24.43亿元的重点文旅项目缘何陷入困境，又是怎样沦为空城的呢？跟风了，跟全国古城共振日的那个风了，就是看人家古城共振搞得好，是吧？总认为自己造一个出来，我也可以利用得好，啊。其实，还是说当时对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呢，还是有一定的主观性。2016年前后，古城古镇建设如火如荼，全国不少地方开始斥巨资打造仿古项目。有些地方本身没有多少古迹资源，就生搬硬套的造古城、造古镇。大庸古城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，试图复制成功案例的商业路径。当时考虑到这个应该是个特别能赚钱的项目，回水不流外人田，就裹起来做了。然而，由于市场供需失衡等原因，近年来一些古城古镇复制品在竞争中遭到淘汰，而大庸古城这样的仿古项目也深陷其中，可能错过了这个市场窗口期，这个市场风口就过了啊，应该说是确实有一定的决策失误。记者了解到，大庸古城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多次调整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前期论证不足，仓促上马。审批材料显示，大庸古城项目的立项时间为2016年3月，开工建设时间为2016年6月，从立项到开工仅用了3个月。因为这个项目上马很仓促，事前对市场研究不足，对产品如何打造业态如何布局，功能如何配套，运营怎么开展品牌如何塑造，其实研究的不够，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呢，还是举棋不定。大家其实在边建设呢边思考边探索，就是整个项目的研究和策划都没有搞透的情况下，项目就立项了，就招标了，就开工了。仓促上马。因为论证不足，一些项目内容边建边改，停停改改，反复多次，甚至出现施工等设计的情况。而原本计划550天的建设工期，实际完成却用了近5年。你们有个位置是要建这个吊脚楼的，一排吊楼。吊脚楼是在河边，这个是因为么子呢？因为黄虹和排洪整体的审批就是没通过这个相当于就改了，就去掉了，取消掉了。取掉了。对。记者调查发现，除了前期论证不足，大庸古城项目建成后，还有很多项目内容缩水或没有落地，与前期设计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存在较大差异。你现在就相当于是19个项目吧，可以这么讲。那文创体验基地是啥呀？文创体验基地是一个商业，有3万多平米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还有，全部就是那房子，门市这块。对。八方阁呢？八方阁它是一个阁楼，现在这个业态还没装进去，没装，也是空房的。空房子，没装进去。那这望仙楼呢？这是做成一个临时的一个展馆，对，当时展馆。对。那实际上在我的节目里面介绍过张家界的这个大庸古城。为什么今天又聊这个？是因为央视对这个大庸古城也进行了报道，说前不久央视记者对耗资24亿元的湖南张家界大庸古城进行了调查。大庸古城一度是当地的明星项目，可试营业4年累计亏损超10亿元。大庸古城项目占地240亩，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，建筑面积16.55万平方米，建筑风格融合了明清建筑元素与土家族特色。大家看央视的报道，就这么一个项目，不仅是张家界市10大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工程，而且还是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产业建设项目。这个多少个名头！古城定位称要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文化旅游新标杆。这个新标杆就是这样的，不收门票都没人去玩，已经变成当地的居民茶余饭后在那遛弯、带孩子、打羽毛球的地方。本来设计的每年营业收入5个亿，每年实现净利润2个亿，这个显然都是落空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是聊一聊大庸古城。说来也怪，这个大庸古城隔一段时间好像就被报道一次，也就是拿出来鞭尸。它本来是要做全国示范意义的文化旅游新标杆，
显然这是没做成。但是说他现在是这个古镇的反面教材、失败的典型案例，这个似乎还能算得上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有心栽花花不成，这个也是都是命。我翻了一下资料，全国冠以各种名头的古镇、古城一共有将近3000个，好像2800多吧。为什么全国各地疯狂上马这样的古镇？难道只有大庸古镇、大庸古城一个项目是这样吗？也根据战狼定律，全国的古城、古镇很多。我想大家出去旅游，难免你不想去这种古城、古镇玩都不行，因为全国各地都是这个套路，动不动咱们文案，动不动宣传，自媒体、社交平台上的什么10大古镇，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。大家你不去这地方玩，好像没地方玩。比如说什么平遥古城，还有什么湖北，湖南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凤凰古城，贵州的也是什么千户苗寨，我记得北京应该是密云有个古北水镇。这些古城有的是平地造的一个古城，有的是当地确实历史上也是一个古城，确实有一些老房子，老的这个特色在那个基础上扩建的，有的是完全是捏造的，凭空造一个古城。实际上你只要经常出去玩，你就发现这些古城大同小异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所以说短时间内一下出来几千家古镇古城，实际上我们按照供求关系来说啊，就是供大于求，关键它是千篇一律的。我在安徽逛了这个古镇，我到江西去逛的还是这样的古镇，有什么意义呢？除了里面这个商家的口音不太一样。我在山西平遥古镇玩过，我跑到云南丽江也是差不多。央视它也报道了为什么这样的项目能够仓促上马，有没有经过严格的这种论证？这些所谓的古镇连玩法都一样，本来以为这是稳赚不赔的钱，因为旅游嘛，只要有人来有流量，他多少的花点，但事实上赔的裤子都没得穿。问题在哪儿？所以说全国大多数古镇刚才说的都是一样，3步一家银饰店，卖当地特色的饰品，10步一家旅拍店，古装汉服。我在什么很想你这个各种网红打卡路牌，各种文创小店里面卖的小商品都是在义乌批发的，如果在淘宝上买不仅便宜还包邮。这个古镇早就陷入了千镇一面的同质化困境，不要说卖的东西了，就连建筑都差不多。这个对游客来说早就审美疲劳，不要说游客对一个古镇就玩2次3次，就是这种古镇他玩了一个之后，其他的他都不想去了，就其他地方的一看到古镇都头疼。本质上还是供过于求的文旅产品，只不过大庸古镇它就更特别一点，特别到没有特别的这个之处。具体的大庸古城这个项目开工论证不足，仓促上马，立项到开工仅3个月，可以说是闪电。这么大一个投入，比如20多亿的投入，那必须有这个可行性分析报告，叫可研报告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已经花了24个亿，现在不能开，因为一开你还要往里赔钱，那怎么办？大庸古城谁来担责？这个大庸古城它的母公司是张家界旅游，穿透下去实际上是张家界国资委。如其每次把这个大庸古城拿出来鞭尸，把它当做一个反面教材，还不如认真的追究一下谁该为此担责。24个亿就扔到水里去了，真正扔水里，因为你这不能运营，你一旦运营你还要往里赔钱，1年2个亿，那大家想一想，你是把它关门大吉，还是说开门迎客？那只能是关门大吉。全国像这样的项目有多少个？这就是我们最近老是说的，为什么 GDP 是全球第2， GDP 的增速好像也不差呀，5%，搁到哪儿都不算少。虽然这个比不上印度和越南，但是咱们体量这么大，还有5%的增速，那也是让人惊掉下巴的。那为什么这样？那韭菜一天到晚的叫累，韭菜找不到工作，韭菜焦虑，韭菜不愿意买房，不愿意消费，韭菜就玩命的存钱。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当地地方政府的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，甚至省一级的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，我们要看一看有多少它是不能产生收益的。类似这个大庸古城，就类似于在大深山里面修高速、修跨
这个雄伟的工程，什么各种大桥，一投资都是上百亿，跟大运古城不一样吗？它不能产生收益。在这个事情，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古镇了。如果是马云投资的，那该他倒霉，他有钱，他喜欢；如果是腾讯投资的，那也是他喜欢。全国投资24亿的这种项目，没有收入的，不能开门，一开门还要往里贴钱的，有多少？这个24个亿实际上就是大头的钱，这不是张家界国资委的吗？不就是大头的钱吗？没了吗？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到底上马了多少个这样的项目，没有收益，纯粹是花大头的钱，把大头的钱合理合法的通过各种所谓的琳琅满目的重点工程、重大工程，实际上把它当做一个分配机制。肉，各种工程不就是唐僧肉吗？肥了多少婆罗门？只是这个项目做完之后能不能赚钱，那不重要，顶多来一句决策失误。所以归根结底说，我们为什么这么卷？明明很有钱，美西方老外的他想不明白啊！明明你们很有钱，为什么不消费？有福不享，都是你们这些人。但他哪里知道这个钱被少部分人挥霍掉了，就是这么挥霍掉了。这个就是一个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分配方式，就是大头的钱放在那儿，他总不能直接把钱拿来贪污或者分掉吧？这个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他就以各种名目，重大工程，在你这儿是搞的是叫大庸古城，在他那儿搞的是盘江大桥，在山西搞的叫广场，大家的生活广场，给你搞2个仿生椰子树，在福建福州那叫公园，一棵树80万，他还没栽多长时间就死了还好啊，因为树死了之后你就不用再去浇水，不用再请人了，就去管理它，你还节约一笔费用。那树要没死，那每年还要花多少钱？就像那个大庸古城一样，他把门关上，他不营业还是好事，一旦营业还得往里花大头的钱。全国有多少个花了24个亿甚至比这多得多的钱的这种项目，但是它不产生收益，每年还要维护它，有多少？这个钱最终谁来买单？大庸古城出钱虽然是国资委，但是买单的也有胡适这些金融消费者的一份功劳，因为它毕竟是上市公司啊，对吧？这个国资委只是大股东，张家界旅游的几万上10万的金融消费者，他也买了单，只不过是大头买的多而已。全国各地的古镇是一哄而上，现在恐怕叫一地鸡毛。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要追责，还有一个是怎么盘活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么多钢筋水泥搁在那儿，难道就让他们这么空着吗？怎么处理？怎么盘活？是让它就这么破败下去，还是说把它拆掉，还是说把它怎么贱卖掉？所以要涉及到盘活。如果说你不管，就以大庸古城为例，它里面怎么着上百名保安还是要请的，看门的要维护的，一年也不少钱，还得帮你花钱。类似于大庸古城，那它总得有个它的办公室，管理它的一个部门。毕竟24亿的投入财产，没人管理吗？以北京的北海公园为例，大家就知道修这些古城古镇，国资参与有什么好处？北京的北海公园编制在职的是554人，离退休人员562人，天坛公园编制在职的是842人，离退休的是791人，北京动物园编制在职是881人，离退休的是754人，颐和园编制在职的是1261人，离退休的是1129人，在职和退休的一共都是1000多啊，2000人，谁来发钱？就得养活这么多人。公园都是有编制的，各个地方的公园都属于文旅集团，应该都属于文旅下面的，但都是有编制的，有的属于管委会。觉得你看啊，他得提供多少岗位，得养活多少人，而这些人又得花大头的钱。北京的很多公园是处级单位，就是管理处，一个处级单位里面就是上1000人。这就是牛马为什么不停的加班，不停的卷，越来越觉得累，但是总觉得到手的钱是越来越少，是因为有人帮你花了，有人就需要你努力，你不努力，这些人怎么养活？这就是为什么卷。大庸古城要想盘活的，那最后要走的路就是重整，破产重整。大庸古城最后拍卖，民营资本进入去经营它，自负盈亏，也只能走这条路，市场化、法治化，就是破产重整。
如果不及时果断的处理，它就永远成为一个吸附在这个大头身上的一个累赘，一个包袱。它源源不断的从大头这儿吸血，还不如早点快刀斩落马，把它切割掉，让它跟大头断绝关系，那就是破绽重整，就是市场化。马云，你要觉得可以，你5个亿把它买走。马化腾说5个亿，我愿意出6个亿。那这个时候，张一鸣说我愿意出8个亿，就是拍卖，让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走吧。早破产早受益，全国都一样。就大家想一想，你身边恐怕有很多像这样的投了24个亿，1毛钱不赚还得往里搭钱的，这项目多了去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